你若是有孩子的话，你可以送过来。大爷，什么事啊？啊，我跟你打听一下，乃梦老师是在这儿工作吗？是啊。你不用工作吗？怎么好像很闲的样子？啊，现在完全可以不工作了，我破产了。破产？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自己破产还这么轻松的。是吗？那你不觉得遗憾吗？现在都一无所有了。是啊，现在一无所有了。原来呢，我觉得钱很重要，可现在看来，钱只是个数字。听起来你好像大彻大悟了。也许吧。自从破产以后，反正也没工作，闲着我就闲着。可是人闲久了会慌了吧？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也常常会心情不好，不想工作，不想说话，什么都不想做。每次到了这种时候啊，我就会找孩子们玩。孩子们有种治愈人心的力量，只要跟他们开开心心的玩一场，所有的烦恼好像都不见了。其实你没事的话，可以常来这里坐坐，当做打发时间也好。反正呢，这里是个私人幼儿园，我可以偷偷的放你进来。不麻烦了。像你这样的大孩子，应该不会太麻烦吧？